大家早晨，歡迎收睇星期一朝頭早嘅天氣報告。我係梁浩明。華南沿岸今日嘅風勢係微弱㗎，咁我哋今日嘅天氣咧日間都係相當溫暖嘅喎。一陣先睇下7點零鐘各區嘅氣温。市區嘅氣温咧就大約喺19度左右喎。而由於天朗氣清嘅關係，咁新界部分地區嘅輻射冷卻比較明顯。打鼓嶺而家嘅氣温就喺13度左右啦。而至於天色方面，今朝早由西灣河望出去都見到咧好靚嘅日出㗎。咁其實喺大範圍嘅衛星雲圖，我哋就可以睇到華南沿岸今日嘅雲量都係非常之少㗎。咁我哋預料今日嘅陽光都係非常充沛。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就係天晴，一早一晚局部地區能見度係較低，日間係乾燥同埋相當溫暖。市區嘅最高氣温係大約27度，而新界係再高1-2度。風方面係吹微風。而之後幾日嘅天氣，我哋就預料一股偏南氣流喺今個禮拜中期係會影響廣東沿岸，咁所以咧部分地區嘅能見度係會較低同埋潮濕，而日間係會炎熱㗎。而之後咧，我哋就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喺今個禮拜嘅後期係會抵達華南，咁呢一區嘅天氣係會轉涼，咁風勢都會頗大㗎。而喺雲雨預報圖都可以見到，到時係會有幾陣嘅驟雨，咁內陸地區亦都可能有雷暴，大家記得要留意天氣嘅變化啦。咁所以香港天氣嘅展望方面就係未來幾日係會較為潮濕，而日間係會炎熱㗎。咁週末期間係會漸轉吹偏北風，咁留意翻氣温係會下降，而一早一晚咧天氣係會清涼嘅喎。咁今次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次見。